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材质创作甲设计系第14届毕业展览《飘撇撇》第2前正式开展，学生先伫宣传影片上介绍因的策展理念。飘是有随着风向流向漂流的意思，然后撇从字形上就是从一端，然后分流到另一端，有点像分水岭。然后再讲我们这一群同学聚集在这个艺术学院中，彼此共同创作生活，然后再以这个毕展为出发点，再像一个分水一样分散出去。这次分别由44位学生展出木质、金刚、火野甲纤维等创作，其中一件以家己创作的舞蹈动作画成手稿，搁用电脑刺绣做成舞蹈小人，非常的特别。作品呢是使用电脑刺绣，然后去传达身体的意象，对，然后是以我自己身体的经验，然后还有就是电脑织图在跑的那个模样，然后去做呈现。另外一件是以意大利的金雕技术所做的作品，号名为《离开他们的东西》，全部以图文做呈现，并全部拍乱，互欣赏的人家己去感受作品当中的意义。在这之中呢，因为在这4年中的学习，老师有教我们说，希望我们能跟观者有互相，就是有互动。所以呢，我以匿名的方式去采访了23位朋友们，那他们呢会提供出跟他们有相关联的东西，像是离开他们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甚至是某一种连结上面的遗失，那都会在我的作品上面去呈现。上为特别是这件作品《山海子》，以猫仔、狗仔、猪仔等动物的骨头，经过特殊的处理，结合金刚，做出会当摕的标本。另外，还有以蛇的龙骨做的手链，相当无简单。动物骨骼是一个蛮神奇的材料，就是它有非常多曲折、非常多的细节跟结构，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，就是很自然生成的一个造型。从骨骼的消质处理完成之后，用金属铰链的方式把它作品给连接起来。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就是由破碎的骨头，然后透过金属的方式联系在一起，就代换到关系里面，它是一种衔接的过程，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把一些碎掉的东西连起来，可是它始终还是碎掉的东西，它无法回到它的原样。这是作品主要理念。为作品当中会当看到学生这几冬来辛苦的成果，同时看到每一件作品的创意甲特色。这次的毕业成果展分为水色艺术工坊甲最美空间2个展出地点，时间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5月28号，欢迎大家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杨仲怀采访报道。